经济部预估 AI 产业的用电需求5档会成长8倍哦。何时董事长董子贤真正是表示讲，去年是港股几啊千亿的设施停落来是有一点仔可惜。今仔伊出席2024年的创新论坛，有唤起成员抗议哦。伊嘛质疑讲，安尼核废料是要坑地咧。演讲一开始就注重伫减少拖卡车开发真侪项净零转型的解决方案，帮助企业减碳。不过，迎接 AI 的潮流，远传电信总经理景琦也承认，被投资食电量大 AI 机房，因为国内用电的不确定性，稳定的电要为倒位来，是企业的一大挑战。算力即国力，但是算力是吃电力的哈，那所以那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。这个用电的这个不确定性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。国内电力问题常常引起企业甲民众关心，政府虽然一直强调袂欠电，不过经济部有估 AI 用电未来5年会成长8倍，不免阁引起混淆。核实董事长董子贤看好 AI 未来发展，进前也捌表示，可能是工具，毋是要全力去支持伊，或者是打倒伊的信用。这言论另外要反核团体的抗议。因为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大型的厂商要到台湾来设那个运算中心，反而我倒认为另外一个比较明确的用电是比较容易估，也要积极的准备，是什么呢？是交通工具的那个电气化，也就是 EV 或者大家习惯叫电动车。2和3是否安全？请您放低音量。我们的核废料要放哪里？还有，可不可以台湾如果发核灾，它的损失成本多少？对用电问题，行政院长杜荣泰回应，提供安全稳定的供电是政府责任。政府希望相关电厂应如期如期完成，核三厂延续，实际上无法度解决这3、5年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